的世界却暗了，你若无其事的笑，让人心疼。我问你歹势啊，我唔是条讲美丽，甲你手砍掉啊。我知啊。你哪会知影我来找阮爸？因为我相信这世界无人比我更加了解你。而且我意思是讲，你伫为着恁爸对我所做遐代志，感觉做亏欠的，想要替伊赎罪。佮加上即摆伊别人搬走，所以我唔才要讲，你一定等于找恁爸绑条件，答应伊搬走，对吧？不了这个办法，我嘛唔知影会当安怎甲恁斗相共。你免想遐济啊，后面感觉心内有负担。你只要会记得你是团队一份子，无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拢绝对袂放弃你的。所以千万唔当因为恁爸来影响到你决心，知吧？我知影，我一直坚持落去。对啊，你唔是甲卢比做去看厝，你来找我伊人呢？我一个人去看啊。你哪会当咧半查某囡仔伫咧清风的环境看厝啊？拄着歹人是安怎？应该是袂啊，伊一个人应该有法度保护伊家己的。啊，我知啦，我即摆随意找伊，那安尼对咧。你唔免烦恼啦，我袂等去找阮爸，我即马就马上转来去办公室。好，安尼我即马就去找卢比，你家己开始约。转身之后，有我为你而守候。我们曾越过曲折，我们曾有始有得，我们曾笑谈人生，有你就够。